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啊，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共读的经文是尼希米记12章1到26节。本章是尼希米记中记载多处名单中的其中一处，所记载的是被掳归回的祭司及利未人的一张比较详细的名单。尼希米特别把祭司和利未人的族谱名单做考察记录，是为了更重要的事做预备，也就是为了恢复敬拜、恢复献祭，以及恢复圣殿各样事务的运作做预备。要预备对的人，预备做对的事。在接下来要开始读一堆名字之前，我先简单说明一下，好对这一堆名字有个概念，不然读过会觉得好像有读跟没读一样。我们可以将这一段名单记载解构成4个部分来看，分别是：第一部分1到9节，记载第一次回归时的祭司和利未人名单；第二部分10到11节，记载第一次归回到第3次归回这段期间90多年历任的大祭司名单；第三部分12到21节，记载约雅斤担任大祭司时期的祭司名单；第四部分22到26节，说明以利亚时担任大祭司之后，祭司和利未人的记录。在这4个部分中，第二部分是最短的，才2节，但这2节却是整段经文的骨干。这2节是记载犹太归回时期历任大祭司，前后一共6代。我们会发现其他地方的名单都是以大祭司作为年代的标记。原来圣殿事务的记事会以谁担任大祭司来代表年代，这相当于人们记载国家大事时常以哪个王执政或是谁担任总统来表示时代背景一样。把这6个大祭司的名字以及顺序记下来，对于理解这段经文会很有帮助。了解今天所要读的这段经文的架构之后，我们就开始来经文共读。我们首先读第一部分第1到9节，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以下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他们都是跟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一起从流亡返回的人。祭司有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
马路、哈图、释迦尼、利宏、米利莫、以多、进顿、亚比亚、米亚明、马迪亚、比加、士玛雅、约雅利、亚大利、萨路、雅木、希勒加和耶大雅。这些人在耶稣亚时代是祭司中的领袖。以上这是第一部分，主干是大祭司耶稣亚，以及同期按班次供职的祭司们的名单。理论上应该要有24位，因大卫王根据神的指示，将圣殿的祭司和利未人编成24个班次，轮班供职，所以满编应该要有24位。在一堆名单中，我们好像看到熟悉的名字：耶利米、以斯拉。不过很可惜，这耶利米不是耶利米书的耶利米，以斯拉也不是以斯拉记的以斯拉，他们都只是同名。在当时，状名是司空见惯的。接着，我们读第二部分10到11节。大祭司耶稣亚的后代。耶稣亚是约雅斤的父亲，约雅斤是以利亚实的父亲，以利亚实是耶和耶大的父亲，耶和耶大是约拿单的父亲，约拿单是亚杜亚的父亲。以上这是回归时期的历任大祭司。刚才说的大祭司就代表年代。为了更简单明了，我们来将这6任大祭司标序排列，按先后顺序，分别会是：1. 耶稣亚；2. 约雅斤；3. 以利亚实；4. 耶和耶大；5. 约拿单；6. 亚杜亚。这样我们就更清楚大祭司的先后棒次了。接下来我们读第3部分12到21节。在待会12节的开头，我们会看到约雅斤做大祭司的时候这句话。由此可知，这一段是记载归回后第2任大祭司约雅斤任职时的祭司名单。祭司宗族的族长12节。约雅斤做大祭司的时候，以下的祭司是祭司宗族的族长：西莱雅族的米拉雅，耶利米族的哈拿尼亚，以斯拉族的米舒兰，亚玛利亚族的约哈南，米利古族的约拿单，示巴尼族的约瑟，哈林族的阿底拿，米纳约族的希勒凯，益多族的撒加利亚，禁顿族的米舒兰，亚比亚族的细基利，米拿民族的某士，摩亚底族的比勒泰，毕加族的沙姆亚，士玛雅族的约拿丹，约雅利族的马特乃，耶大雅族的乌西，萨莱族的加莱，雅木族的希伯，希勒家族的哈沙比亚，耶大雅族的拿坦叶。在这一段记载会发现，每一位祭司名单的格式变得跟前面不一样，变成1+1的格式。前面的1是2到9节第一代祭司的名字，然而每个名字都升格成族了，而且他们的名字也成了以后祭司班次的名称。像路加福音1章5节就记载，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就是属于亚比亚班的祭司。
而名字的格式1+1后面的+1是传承的下一代祭司的名字。接着是今天经文的第4部分，22到26节。22节开头标示的是第3任到第6任的大祭司，祭司和利未家族的记录。在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杜亚做大祭司的时候，利未家族和祭司家族族长的记录被保存下来。这记录是在大流士做波斯皇帝时完成的，但是记在官方记录上的利未家族族长，直到以利亚时的孙子约哈南的时代为止。这里的大祭司约哈南其实就是约拿单，可能是不同时代的记载采用了不同音译所产生的差异。就像马太，也就是马窦或马修，都是同一个名字，只是音译不同。我们继续看24节，分派圣殿职责。在哈沙比亚、示利比、约书亚、宾内、甲灭的指导之下，利未人一班一班的组织起来，按照神的人大卫王的指示，一次两班，一唱一应的赞美上帝，感谢上帝。以下是负责看守圣殿门旁边库房的圣殿守卫：马他尼、巴布加、俄巴迪亚、米舒兰、达本、雅古。第26节，这些人是约萨达的孙子，耶书亚的儿子约雅金时代的人。那时期也是省长尼希米的时代，经学专家祭司以斯拉的时代。以上经文，这段经文在26节做了总结，将时间轴从约雅金担任大祭司跨到尼希米担任省长重建城墙之时，还标示了经学专家祭司以斯拉，这就是带领犹太人第2批归回，进行宗教改革和教导律法的文士以斯拉。而耶路撒冷城墙也修建完成，神的国再度被建立，这是犹太人重要的历史时刻。曾经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为了要彻底改变悖逆的以色列人，神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如今3批百姓前后回归，圣殿重建，城墙修复。神的计划在人看是不可能，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枯骨复生，死灰复燃，杏枝开花，这些都是神彰显大能，翻转人的失败软弱，好叫那愿意悔改的人得以重新建立，使那属神的人得以靠主得胜，重新与神和好，而得着丰盛的生命。今天的新眼光读经分享，正是12章26节的延伸，说道：以色列人重建圣城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信仰的重建。为了不重蹈得罪上帝的覆辙，今后都按着上帝的心意敬拜是很重要的。而这正是安排祭司与利未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主因。经文特别指出，他们是经学专家祭司以斯拉时代的人，这意味他们受过优良的信仰教育，并肩负执行圣殿礼仪与教导真理的重责。他们不只恢复大卫王时期的赞美方式，也宣读教导律法书。他们被百姓期待，也受百姓尊重。他们如此重要，以致他们的名字一一被记录在圣经上。由此可见，神学教育对信仰传承的重要。教会需要透过良好的培育，让信徒传承纯正的信仰，
以免重蹈古人曾经犯下的错误。我们看到神学教育的重要，也清楚教会为何需要传道人来教导圣经。教会若不在乎信仰教育，将导致信徒无法区分基督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差异，结果把上帝当民间神明来拜，以实用主义代替了对神旨意的寻求与顺服。或许我们该思考，基督徒该传承怎样的信仰，学什么样的神学。身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可曾好好去了解长老教会的历史？我们是否认识把福音带来台湾的宣教师和那些努力传承信仰的教会前辈？我们知道他们的付出吗？愿我们重视这些现代的利未人和祭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透过以色列国毁灭重建的历史，我们看见你大能的作为。我们知道恢复信心的关键在于回应你的呼召，持守对你的信心，并且不轻看你的典章律例。要知道，那保护我们的正是你的慈神爱所。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我们确信在你有永恒的慈爱，你对那属乎你的儿女永不放弃。求你以永恒的爱庇应我们，使我们能不畏惧，勇敢向前行。我们赞美你，因为在你有宝贵奇妙大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